在东突厥斯坦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的领导下发起的东突厥斯坦民间外交运动的框架内，首个公民外交委员会已抵达马来西亚，开始了为期10天的广泛访问。东突厥斯坦民间外交运动旨在将东突厥斯坦问题列入伊斯兰世界议程。该代表团由东突厥斯坦新闻媒体协会主席阿卜杜勒瓦利斯和田和澳大利亚东突厥斯坦学会主席兼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协会名誉主席诺尔穆罕默德突厥斯坦组成。马来西亚之行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伊斯兰联盟和马来西亚学者联盟中心，访问和会议将继续。土耳其的共和人民党要求国会调查生活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维吾尔族突厥人的问题。由共和人民党阿菲永卡拉西萨尔区议员波尔朱郭尔萨尔和30名议员签署的调查建议已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在提案中要求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不人道待遇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应在土耳其议会中讨论，以寻求解决办法，并通过议会调查来确定土耳其为解决这一问题将做出的贡献。哈萨克斯坦一家法院裁定，2名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族男子可以留在哈萨克斯坦。法官乌斯潘诺瓦因非法进入该国而对阿里姆利和穆萨汉判处1年徒刑，但允许他们留在哈萨克斯坦。2名男子因非法越过哈萨克斯坦边境而入狱，他们要求诺尔苏丹当局进行政治庇护，以逃避已经遭受的迫害。阿里姆利和穆萨汉因越境进入哈萨克斯坦而受到审判。如果他们返回中国，他们可能会在曾经被关押的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中遭受迫害。美国首都华盛顿确诊1名患者感染了中国武汉发现的类似肺炎神秘疾病的冠状病毒。美国媒体报道消息说，前往中国旅行后患病在华盛顿接受治疗的该名患者被确定感染了在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消息中没有透露据说病情严重的此人的身份。到目前为止，已有6人在新的冠状病毒爆发中死亡。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报告说，昨天有77人被诊断出冠状病毒，全国病例达到291例。由于将于1月25日在中国开始的农历新年，该病毒还给数百万想在自己的家中度过假期的人们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则指出，美中关系空前良好。他又说，与中国的第2阶段贸易谈判很快将会开始。在第2阶段谈判期间，多数关税将保持不变。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指出，美国与中国若达成第2阶段贸易协议，未必会带来移除全部现有关税的爆炸性改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于昨天在参议院开始。在审判中，将决定特朗普是否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于其政治利益展开一些调查，并终止对吉普的军事援助。特朗普还被指控阻止美国国会在弹劾进程中开展工作。